那边好了吗？来这里看一下，来右边。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很适合啊，很适合啊。对啊，大家都应该带那个好朋友来，好朋友来，好朋友来。好，谢谢，一起加油，今天别想太多。跟你一起来看这样。好像没有兴趣。因为我是宽宏的人嘛，我一定要来支持，然后再加上《歌剧魅影》是一个很经典的音乐剧，那之前演了舞台剧，就很想要在学习一下音乐剧应该要怎么呈现，对，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前来了。我再请他来看，自己来看，对。好吗？哪一个？哦，祝福是绝对不会少的啦，因为过这么久了，其实大家现在都各自过得蛮辛苦的，大家有好的对象，绝对祝福。然后我马上当下我就说，你去问一下我后面有没有那个被打巴掌的戏，戏里面他打张若缇巴掌，然后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打巴掌，我就是在 monitor 面前休息，然后就是看剧本这样，我突然听到砰一声，我吓到，全场都吓到。然后就是原来是那个洛缇被他的巴掌打得超级响，整个扎实的，扎实我要澄清这件事情。澄清哦，我要澄清一下，好，我也没什么好澄清的。没什么，这不是事实吗？我要澄清的是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走戏的时候，导演一直没有跟我说要打巴掌。对。因为我就会想说，剧本里面有写到底要不要打，但导演一直都没有说要打，所以那个是突然的。没有，然后后来我开拍的时候，真的要开拍，我就跟导演说，所以要打吗？他说要啊。然后我说完了，我刚刚都没有练要在哪一个部分打他，所以我一出去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啪就下去了。然后他傻眼，我也傻眼。然后我看到洛缇就整个这样在抖，然后我也就是这怎么办？就是因为我看他的脸就这样慢慢的这样红起来，他一个手印，真的是第一次看到。他如果真的再大力一点，他如果承受不住就昏过去了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当时拍戏拍那么多次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很少会看到真的是打完那个手印是粘在上面的。然后我马上当下我就说，你去问一下我后面有没有那个被打巴掌的戏。对，我说如果有的话讨论一下。对。不是，我当天就立刻我几乎已经跟洛缇下跪了，我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，因为没有塞好的东西，我就是很情绪的，就是一来啪就下去。但是那一颗镜头，导演就是说绝对不会剪，对，绝对不会剪，因为洛缇反应超真实，绝对不会剪进去。剪掉，绝对不会剪掉。OK， 就绝对会用那一颗，尽量用全部不要。对，因为那一场戏就是一次 OK， 对，所以其实他也就是打一次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